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3月16號星期一，歡迎收睇亞樂粵語講新聞。今日有3條新聞，我希望你記住唔好離開。第一，施紀賢今日宣布5000萬英鎊取暖油支援方案。佢話呢個係關於政府係乜嘢嘅重要時刻，但批評者話力度不足，嚟得太遲。第二，英倫銀行今個星期4宣布利率決定。減息嘅機會由2週前嘅90%急跌到今日不足5%，背後係中東戰火令通脹預測全面改寫。第三，樓按利率升穿5%，472款按揭產品被撤。分析員形容係2022年卓慧思迷你預算以嚟最動盪嘅按揭市場。以上3條故事，今日我哋會逐一深入講解。第一節政治新聞。今日英國政治最大新聞係施紀賢正式宣布政府嘅取暖油家庭支援計劃。根據消息來源，施紀賢宣布動用5000萬英鎊針對最受影響嘅家庭提供支援，尤其係住喺農村、依賴取暖油而不在天然氣供應網絡之內嘅住戶。施紀賢喺聲明稿入邊表示，咁樣嘅時刻先至話俾你聽一個政府係乜嘢。我嘅答案好清楚，無論前路有乜嘢挑戰，呢個政府都會永遠支持在職市民。佢亦都警告企業，絕對唔能夠容許利用呢場危機趁機剝削市民。佢公開點名要求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MA 對任何趁機加價嘅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呢個宣佈之所以迫切，係因為數字已經觸目驚心。根據北愛爾蘭消費者委員會嘅追蹤數據，900公升取暖油嘅均價喺2月26號，即其美爾空襲伊朗前一日，大約為536英鎊，到3月12號，已急升到1037英鎊，2週之內近乎翻倍。呢個係北愛消委會有史以嚟記錄最劇烈嘅價格波動。取暖油嘅特殊問題在於，佢完全唔受 Ofgem 能源上限保護。一般家庭嘅電費同天然氣費受政府規管嘅上限保障，但取暖油係直接跟隨全球市場波動㗎。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之後，油價急升，令到呢一批家庭耗承受全部衝擊。全英合計大約有150萬戶依賴取暖油。其中北愛爾蘭嘅比例最高，達62.5%嘅家庭，遠超英格蘭平均嘅大約5%。然而5000萬英鎊嘅方案能夠真正應付局面，受到廣泛質疑。新芬黨黨魁瑪麗露麥當勞早喺施紀賢上晝到訪北愛爾蘭時節，便已經警告佢需要攞出一個對所有家庭有實質意義嘅答案。佢批評施紀賢嘅訪問象徵意義多於實質。民主統一黨黨魁加文羅賓遜就更加直接指出，北愛早已經有8100萬英鎊嘅現有消費者支援基金坐喺嗰度等待動用，但因為政府部門之間協調失誤而無法落地。佢批評施紀賢遲到一日缺1蚊，反對黨亦都揸住時機。保守黨黨魁海米貝迪諾克表示，工黨政府嘅回應速度令英國家庭喺等待中受苦。改革黨嘅內傑爾法拉吉則形容成件事係建制派管治失敗嘅最新一章。施紀賢及其團隊始終強調，解決取暖油危機嘅最快方法係解決中東衝突本身。佢喺聲明稿入邊表示，結束戰爭先至係降低生活成本最快嘅方法。我哋將會繼續推動中東局勢盡快降級。佢亦都確認，上週日15日已經同特朗普通話，呢個係自特朗普呼籲各國派軍艦護航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嘅首次對話。雙方就中東局勢嘅最新形勢交換意見，但英國係咪會進一步加派軍事資產，目前仍然未有定案。第二則政治新聞。施紀賢訪北愛及愛爾蘭，英愛高峰會喺科克舉行。作為今日政治新聞嘅延伸，施紀賢上週4至週5嘅北愛爾蘭及愛爾蘭行程，為今日嘅宣佈提供咗重要背景。施紀賢喺利斯本同北愛爾蘭各黨領袖會面，包括北愛第一部長米歇爾奧尼爾同副第一部長艾馬希爾頓。佢形容取暖油問題喺北愛爾蘭具有特別嘅緊迫性。並且承諾財政部將會同斯托蒙特斯多文立法院協調，動用預算資源盡快援助。佢其後前往愛爾蘭科克，同愛爾蘭總理米卡爾馬丁出席年度英愛峰會，
討論議題包括中東局勢對能源進口嘅共同影響，以及北愛和平進程嘅後續工作。施紀賢就英愛關係表示感到高興，馬丁亦都形容英愛關係目前處於異常良好嘅狀態。第三則政治新聞：格倫菲爾塔紀念館法案今日通過，但遺屬組織發出批評。今日格倫菲爾塔紀念館撥款法案喺下議院完成全部立法程序，正式通過。法案為政府興建同長期管理格倫菲爾塔紀念館提供正式嘅法律授權同資金安排。2017年6月14號嘅格倫菲爾塔大火造成72人罹難，係英國自二戰以嚟最嚴重嘅建築火災。政府計劃喺原址建立永久紀念場所，設立受難者家屬嘅靜思空間同歷史展覽。然而法案通過之際，格倫菲爾塔紀念館委員會發表聲明，強烈批評政府喺未有事先知會遺屬嘅情況下，決定唔保留大樓現有結構作為永久紀念嘅一部分。委員會形容呢個係又一次背叛，認為受難者家屬再一次被排除喺影響佢哋最深嘅決定之外。遺屬代表表示，立法嘅通過係漫長等待中嘅一步，但單靠法案唔足以修補信任，要求政府就設計及細節重新同遺屬協商。跟住係經濟新聞，英倫銀行星期四開刀定維持，減息機會由90%跌到唔夠5%。今個星期最矚目嘅經濟事件，毫無疑問係英倫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MPC 即將喺星期四3月19號宣布嘅利率決定。而呢個決定之所以今日成為新聞，係因為成個市場預期喺過去2週已經發生咗堪稱劇烈嘅重新定價。2週前嘅預期同今日嘅現實時間倒退到2月底。喺美爾對伊朗動武之前，市場預測喺星期四嘅例會上，英倫銀行減息嘅概率高達90%。喺2月嘅例會上 ，MPC 以5-4嘅票數維持利率不變，但嗰4票要求立即減息嘅聲音，令市場確信3月嘅例會將幾乎必然落實減息，將基準利率由3.75%降到3.50%，然後一切喺2月28號嘅空襲之後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根據 Homeowners Alliance、Money Week 及 Money to the Market 嘅最新追蹤，截至今個星期一16日，市場對週四減息嘅概率預測已跌至大約4%至5%，跌足咗85個百分點，係同等時間框架內市場對英倫銀行預期改變幅度最劇烈嘅一次。點解減息嘅希望破滅咗？根源係油價。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布蘭特原油價格由戰前嘅約每桶$75急升到最新嘅$103附近，即係2週內升幅達37%。油價上升直接影響英國嘅通脹前景。英倫銀行喺2月份嘅貨幣政策報告入面，預測通脹將會喺2026年第2季度回落至接近2%目標，但嗰份預測係喺中東戰事爆發之前發布嘅。多間機構已經更新預測，以下係今日最重要嘅幾個數字。ING 首席英國經濟師詹士史密夫表示，若果能源價格維持喺當前水平，英國通脹可能喺今年上半年高峰至3.5%，令到英倫銀行下一次可能嘅減息推後至4月甚至更晚。德意志銀行英國首席經濟師山哲拉加則提出咗3個情景分析：情景1，最快解決，中東局勢快速平息，油價回落，英倫銀行今年仍然可以減息2次；情景2，能源持續高位，今年最後一次減息推至年底；情景3，油價破$100且持續，今年只有1次減息。目前市場對情景3嘅預期正係快速上升。荷蘭合作銀行更加係最悲觀嘅聲音，表示預計今年英倫銀行唔會有任何進一步減息，因為高油價將非常迅速咁傳遞到英國通脹。另一個令人憂慮嘅角度，市場甚至開始討論加息。Morningstar UK 嘅報導指出，利率期貨市場而家開始預測英倫銀行喺未來18個月之內加息嘅概率亦都開始浮現，儘管仍然屬低概率。最可能嘅時間點係2027年7月，概率大約17%。
Avery 市場策略主管馬修萊恩形容呢個係對英倫銀行利率預期嘅一次殘酷重新定價。英倫銀行自己點講？英倫銀行官方網站目前嘅最新表述仍然係2月份嘅立場。若果通脹按預期發展，今年應有進一步減息嘅空間，但我哋冇辦法說明確實係幾時、減幾多，取決於情況點樣演變。換言之，中央銀行正係等待更多數據，而星期四宣布嘅利率決定本身唔會有意外。最受關注嘅係委員會對通脹及油價嘅最新表態，以及佢哋點樣更新今年嘅利率展望。第二則經濟新聞，樓按利率升穿5%，英倫銀行利率預期嘅改變已直接衝擊英國按揭市場，令數以百萬計嘅業主同準買家面臨現實層面嘅財務壓力。根據 MoneyFacts 3月11號嘅數據，2年期固定住宅按揭平均利率已經升到5.01%，由一週前嘅4.82%急升19個基點。5年期固定按揭平均利率已經升至5.09%，係2025年6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同一個星期之內，市場上472款住宅按揭產品被撤回，相當於成個市場大約6.5%嘅產品一夜消失。MoneyFacts 消費金融主管亞當法蘭屈形容，喺48小時之內，幾乎500款住宅按揭被撤回，因為貸款方要急速應對飆升嘅掉期利率。邊啲銀行已加息？匯豐已經2度喺2週內上調部分住宅同買房按揭利率。英國全國建屋互助社嘅部分固定利率升幅高達0.25%，維珍金融、巴克萊、聖達德銀行同西班牙對外銀行亦都先後跟隨上調。點解英倫銀行未動按揭利率先升咗？呢個係好多人疑惑嘅地方。固定按揭利率並唔係直接跟英倫銀行嘅基準利率掛鈎嘅，佢哋更多係跟掉期市場 swap market 走。即係金融機構基於對未來英倫銀行利率走向嘅預期，進行嘅利率對沖交易所反映嘅價格。當市場預期英倫銀行將不減息甚至加息嘅時候，掉期利率上升，銀行資金成本增加，結果只係固定按揭利率向上調整，全程唔需要等英倫銀行宣布任何改變。呢個正係過去2週發生嘅事，市場重新定價對英倫銀行嘅預期。掉期利率急升，銀行相繼調高按揭定價，最終令到借款人埋單。以一個20萬英鎊25年還款期嘅按揭計算，若果利率由4.5%升至5.0%，每月供款由大約1111英鎊升至大約1169英鎊，每月多大約58英鎊。每年多大約696英鎊。若果係50萬英鎊嘅按揭，每月供款嘅差額便高達大約145英鎊，每年多出近1740英鎊。今年全英格蘭預計有約180萬個固定按揭合約到期，需要喺當前市場下重新續期。部分喺疫情時期已接近2%利率上車嘅業主，今年換約嗰陣可能面對利率倍增，每月供款壓力大幅上升。按揭顧問嘅建議，多名獨立按揭顧問接受媒體訪問，均建議若果你嘅現有按揭喺未來6個月內到期，而家就應開始諮詢鎖定利率嘅選項。好多貸款方允許喺到期前3至6個月預先鎖定，萬一利率之後下跌，仍然有機會轉換較好嘅產品。對首次置業者同需要重新按揭嘅業主而言，呢個係一個不確定性嘅時期。若果中東衝突持續，市場嘅定價將會繼續偏高。第3節社會新聞：移民永久居留改革。下議院內務委員會今個星期公布咗就賺取定居 earned settlement 制度改革嘅調查報告。呢項改革係工黨政府形容為50年嚟最大規模嘅移民制度改革嘅核心部分。報告嘅關鍵內容：新制度之下，申請人申請永久居留 ILR 嘅最低等待期可能由現時嘅5年大幅延長，最快可以喺3年取得，但亦都可能長達10至30年。視乎以下因素：英語能力必須達 B2 等級，薪酬同納稅記錄，過去有否違反移民規定，以及喺英國期間有否依賴公共福利等等。委員會特別就以下弱勢群體向政府提出關注。
第一，冇收入嘅在家照顧者，例如照顧仔女或者年長父母嘅人士，如果冇薪酬記錄，喺積分制評估之下，可能長時間無法達標。第二，雖然喺英國合法生活多年，但未預期制度大變嘅長期居民，已經喺2021至22年抵英，至今生活穩定，但突然面對等待期大幅延長嘅轉變。第三，過去曾經非法入境，但其後獲批難民或者保護身份嘅人士新制度中，過往嘅非正規入境記錄可能大幅影響取分，令佢永久居留申請更難獲批。最新立法進度，相關立法規則預計將會由內政大臣沙巴拿馬哈茂德喺今年4月正式宣布，並將首先喺今個禮拜二3月17號聽日喺西敏廳接受國會辯論。由蘇格蘭民族黨議員彼得韋沙特率先發言，委員會呼籲政府喺最終定案之前，提供更清晰嘅過渡安排指引，並且就現有持有者嘅合理期望給予明確承諾。移民律師普遍建議，凡現時仍然符合5年等待期舊制嘅人士，應考慮趁目前窗口期盡快提交申請。第二則社會新聞。倫敦地鐵罷工3月24號起12日行動，星期三更新談判結果。喺民生及交通消息方面，倫敦地鐵工會 RMT 確認將會由3月24號星期二起喺倫敦地下鐵發動首輪24小時罷工，後續行動橫跨3月到5月，合共大約12日。雙方分歧在於管理層建議壓縮部分線路嘅員工工時安排。工會認為相關安排增加司機疲勞，影響安全。根據最新消息，雙方將會喺今個星期三3月18號進行最後一輪調解談判。若果談判有突破，罷工可能取消；若果談判破裂，3月24號嘅行動將會如期展開。倫敦交通局 TfL 建議市民留意其網站同應用程式嘅最新公告，提前安排出行計劃。受影響最大嘅線路預計包括中央線、伊利沙伯線同維多利亞線。第4節民生新聞：取暖油從每升67便士到147便士，一個月發生咗乜嘢？上面政治板塊我哋講咗政府嘅5000萬英鎊支援方案，但喺民生層面，我想更具體話俾大家知，取暖油嘅漲價係點樣影響普通家庭嘅。根據北愛爾蘭消費者委員會每週嘅追蹤數據，2月26號即係戰事前一日，每公升大約67.92便士；3月8號已經升至每公升大約147便士，升幅大約116%，即係超過1倍。即係以一個典型嘅訂購量900公升計算，帳單由大約611英鎊急升到大約1323英鎊。一次性多付超過700英鎊，對於低收入家庭嚟講，呢幾乎係唔可能負擔嘅突然衝擊。部分北愛爾蘭家庭已經向慈善機構同食物銀行求助，唔係因為食物，而係因為實在無法負擔入油取暖。點解取暖油不受保護？呢個要返到英國能源監管嘅結構性問題。Ofgem 嘅能源上限 Energy Price Cap 只係覆蓋天然氣及電力供應，對取暖油、液化石油氣 LPG 同其他非管道燃料完全不適用。英格蘭大部分城市居民因為接通天然氣，所以理所當然地受到上限保護。但鄉郊、偏遠同部分舊式住宅區集中喺北愛爾蘭、蘇格蘭高地同英格蘭農村，完全暴露喺市場風險之下。每升67便士到147便士嘅供應鏈，根據 Yoko Politica 點現科嘅詳細分析，由戰事爆發到取暖油零售價翻倍，呢個漲價傳遞過程異常迅速，主要路徑係提拔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油輪，無法出港，全球石油供應下降。若果油輪改繞好望角，每趟航程多2星期，成本大增，保險公司大幅上調油輪戰事風險保費。歐洲精煉廠進原油困難，精煉後產品包括取暖油供應收緊，結果零售層面嘅漲幅幾乎追平甚至超越原油升幅。政府5000萬英鎊夠用咩？若果單計北愛爾蘭62.5%家庭依賴取暖油，北愛合共大約71萬戶需要支援。英格蘭同蘇格蘭鄉郊再加上合計嘅150萬戶，每戶若果補貼300至500英鎊，
全英需要嘅資金規模便是4.5億至7.5億英鎊，遠超政府宣布嘅5000萬英鎊。政府表示，5000萬英鎊係針對最脆弱嘅一批家庭，即係低收入、正係領取福利嘅住戶，而非所有取暖有用家。點樣認定最脆弱同點樣發放，細節尚待公佈。第二就民生新聞，我哋喺經濟板塊詳細講咗英倫銀行嘅大局，但喺民生板塊，我想將呢件事翻譯成你嘅供款同儲蓄帳戶到底有乜嘢影響？假如果英倫銀行星期四維持不變，固定按揭利率短期唔會因為英倫銀行而有大轉變，但市場嘅掉期利率同個別銀行嘅定價仍然可能繼續向上波動。儲蓄利率如 ISA 定存維持現水平，對儲蓄人而言算係好消息。對浮動利率按揭 Tracker Mortgage 持有者每月供款暫時不變。又如果英倫銀行意外減息，浮動同追蹤利率按揭持有者供款立即下跌，固定利率或者會喺未來數週跟隨市場調整下行。但對通脹嚟講，喺油價高企嘅情況之下減息會被視為無盡，市場或者產生負面反應，對儲蓄人嘅提示。如果你有大額儲蓄放喺易存易取帳戶 Easy Access Savings， 目前嘅利率仍然屬相對唔錯。部分帳戶仍然可以達4.8%至5%。若果英倫銀行年內最終減息，儲蓄利率將跟隨下調。喺不確定性高嘅時期，考慮把部分儲蓄鎖定喺定期存款 Fixed Rate Savings 可能係一個選擇。今日英國新聞喺度呢度。今日3條主線用3句話總結。第一，司紀賢宣布5000萬英鎊，但批評者指力度不足。問題嘅根源喺中東戰場，而唔喺唐寧街。第二，英倫銀行星期四按兵不動機率極高，真正值得關注嘅係佢哋點樣更新通脹預測，以及幾時先至係下一個可能減息嘅窗口。第三，樓按利率升穿5%，今年180萬個按揭合約到期。若果你係其中一個，今日就係開始諮詢嘅最佳時機。感謝你今日收睇亞樂粵語講新聞。如果今日嘅內容有幫助，記得 like 同訂閱。歡迎喺留言區告訴我頭，你最想深入了解邊一條新聞。聽日見。